那继续来看亚洲，伫新冠病毒了后，第一代恢复营运的邮轮，也就是火船，为家人出发了后，再去到跳岛旅游的第一站澎湖。对着游客做伙到澎湖的卫福部长陈时中，对这个邮轮火船的国民旅游是真有信心。 邮轮探索好驶一面了后，再去到跳岛旅行的头一站澎湖，甲一般时阵比较起来加真大只。探索网河排水量是75000吨，伫7天岛停落了后，由接驳船载旅客上岸。然后老热的人驶，也有真炎的日头迎接这个人客。作为体验邮轮的卫福部长陈时中，对邮轮的国内游览真有信心。整个船上整个它防疫的措施，还有一些万一的一个应变的处置，那我看船公司都做得非常好，我们有信心，大家可以安心来旅游。 旅客挂喙暗绿色上岸，将伫澎湖停留12点钟，暗时8点半离港，佫会使伫海上看到烟火表演。咱伫出海部长夫人听讲伊人无啥爽快。请船长明天上来就好了。今天旅客由游览车接送，会使自由选择要去倒位参观。澎湖成为亚洲头一代复航国际邮轮的头一个旅游景点，真骄傲。到了各景点走一走，看一看以后，回来让澎湖绝对不亚于。 其他的外国开展那些公路的观光旅游，县政府嘛希望讲澎湖的水会使互更较侪人知影。